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元朗啱啱收樓嘅全新項目朗天峰。我哋嚟到單位實用面積397尺，屬於兩房嘅間隔。門口玄關位嘅側面係曲斜形嘅開放式廚房，配上兩面嘅電磁爐頭，另外上下都係收納嘅空間。呢邊下飯廳一睇，可以靈活運用3.5米樓底優勢向上發展。而另外景觀方面，呢度行返西北，主要望返元朗市景一帶。而房間嘅格局呢，客房方正實用，亦都擁有一個全落地嘅採光窗，對面就係客廁嘅部分啦，乾濕分離。而最盡頭呢，就係主人房嘅位置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歡迎揾我利嘉閣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